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涉经花城案，羁押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昨有风声讲，伊要透过向法院申请假批的方式请示党主席。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今仔召开会议讨论，会后呼吁社会相信郭文哲的清白。因那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是讲，到目前为止，并无收到任何请示党主席的批信。因案在押，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传出经由向法院申请假送书信的方式，传达请示党主席的信息。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21赶紧来召开会议，讨论因应的做法。呼吁检察官能够维持司法正义，还柯文哲的清白，也要在这里拜托全国同胞能够相信。柯文哲是没有收钱的，柯文哲是清白的。经过2点半钟的会议了后，应变小组做出2项决议：有关郭文哲是不是请示，应该有的回应，应该爱做行动，也呼吁检察官维持司法的正义，还郭文哲清白。其实这一刻为止，民众党中央党部没有收到任何这个书信有关于柯文哲主席请辞的书信。柯文哲就是我们的主席啊，而且我们会全力跟柯文哲主席站在一起。民众党强调，全力支持郭文哲立场不变。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受访时是表示，尊重主席的决定，相信伊是出于对民众党的爱所做出决定。我想主席应该也是基于爱护民众党，对民众党的爱而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辞掉这个党主席。柯文哲主席应该是民众党永远的主席，不管他有没有当主席，他势必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另外，外团郭文哲想要请示党主席，民众党内出现退党的情形。民众党发言人吴怡宣讲，最近民众党党员人数无减少，反倒当增加，而且情况甲以往同款，正向稳定成长，并无所谓的陷入退党的情形，请外界卖乱传。记者综合报道。